人生和梦不一样，每走一步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对吧？即使是遗憾，那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给我看的这些，不管你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。厉哥哥，厉哥哥，厉哥哥。我问的就是虔诚，有这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。原来如此，还真是